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咧看圣经中间伟大人物，即大能的勇士的时阵，可能有一寡兄弟姊妹会有一寡错误的看法。咱可能会认为讲，上帝拢竞选迄个介赞的，真厉害。圣经中间即典范，上帝所竞选的人，大概拢是一寡真伟大的人物，也是讲有真特别、有特别的才能的人，毋是普通人。所以咱检查会认为讲，上帝绝对袂竞选我，因为上帝拢竞选一寡真特别大能的勇士。亲像你我遮尔普通的人，一定毋是上帝竞选的人。所以牧师诶咧讲道的时阵咱凊彩听听就好吼，这甲我无关系。但是事实上，敢真正是安尼？咱今日要对基甸的故事来找求答案，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要注心来听你的话。我要撑起阮的耳孔，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恳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其实咱爱理解上帝经常使用亲像你我同款真平凡的人。咱今日要来看基甸的故事。咱看去基甸后来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但是伊敢是一开始就是安尼。如果若毋是，咱爱相信一件事，就是讲，上帝嘛会使用甲咱同款，甲你我同款真平凡的人。这代志会发生伫基甸身上，伊嘛会同款发生伫咱的身上。咱先来看基甸的故事吼。基甸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后，一直到扫罗王被撒母耳设立成做王进前，中间这段时间咱来看士师的这段时间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时代咱来看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安尼讲。讲迄个时期，以色列人无君王，人人趁家己的意思来行事。若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做就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嘛。因为无受控制，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做，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士师其实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咱若看约书亚的时候，咱感觉约书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约书亚带因过约旦河，然后到上帝所应允流年甲米的地，然后伫遮开始经营因的生活。所以约书亚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约书亚接续这士师记，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因为咱顶回嘛有讲过，以色列人伫约书亚了后，因就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结果上帝就借着真侪外族来攻击以色列人，毋望因会当悔改。但是当时上帝嘛是怜悯的上帝，所以伫因受外族攻击的时阵，上帝佫兴起真侪支派的这领袖，领导以色列人来对抗外族的侵害。这人就是被称作士师。伊原本的意思是审判官，咱会当安尼理解，就是讲，伊是各支派的这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对抗外族的攻击。基甸的时代，伊的外族攻击因的外族叫做米甸米甸是一个游牧民族。咱若看这圣经的历史米甸因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某基土拉所生的囝叫做米甸。米甸地就是伫这迦南地的南边。其实伊甲以色列人有一寡关系譬如讲，咱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对王宫逃走，逃走离开埃及的时阵，伊就走去倒位？走去米甸地，去
骗人。啊，伊摩西的某嘛是米甸人，伊的岳父就是叶忒罗，就是米甸的祭司。所以其实因甲以色列人有一寡关系，但是伫士师的时期米甸人甲以色列人是互相对敌的。以色列人常常受到米甸人的欺压。照圣经的描述，就是因为因偏离上帝，所以上帝兴起这米甸人，要互因警醒。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士师记的第6章11节开始。伊讲上帝找伊的天使来到一个庄舍，叫做乌弗勒这个所在这个时阵，伊来到一个约阿斯的这个家庭，约阿斯的囝叫做基甸。这个时阵基甸伊伫这个酒窟内底咧拍麦啊。然后天使看到伊，就对伊讲：勇敢的壮士啊，上帝甲你伫地。结果基甸听了这句话尔伊就来反驳伊讲：上帝无甲阮伫地啊！如果若上帝甲阮伫地，阮可以做有着遮尔侪不幸的代志。米甸人为什么会来阮糟蹋？阮过去阮祖先甲阮讲，上帝安怎带因出埃及，行真侪神业奇事，今仔遮拢无去啊！上帝已经气煞阮，上帝已经要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中。然后咱看见了，这个时阵上帝亲自对伊显现，对伊讲：你爱尽你上介大的力量来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我要亲自差派你。伊个应上帝呢？伊来上帝讲：主啊！我无可能解救以色列人啊！我是属这玛拿西支族的支族上界宋乡的一个宗族，上界弱的一个宗族，而且我是厝内底上界细、上界无重要的人，所以你去找别人，莫找我。但是上帝也来讲一句话，讲我得甲你同在。基甸佫无相信呢，伊讲。我若你若真正甲我同在，你爱互我一个调头，爱互我一寡证据。后来咱若继续看来，上帝就互伊一寡证据，互伊明白上帝真正甲伊同在，呼召伊去带领以色列人去面对这强敌米甸人。咱若有事先去看基甸的故事，咱就知影基甸伫一个真混乱的时代中间，一个以色列人受到外敌真大的压制的中间，上帝竞选伊来改变迄个时代。但是基甸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为什么会受上帝竞选？咱要对伊的故事中间去学习什么款的代志？那基甸会去用上帝竞选，安尼你甲我，上帝敢会选咱？咱首先今仔日咱即礼拜要将迄个焦点放伫基甸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后来咱来看基甸安怎转变的。首先咱来看基甸基甸是一个出身伫宋乡甲卑微的一个家族。咱看见着，当上帝会呼召临到基甸的时阵，伊对上帝安怎讲？伊讲：主啊，我无可能去解救以色列人，我怎样会通解救以色列人？我是属玛拿西支族上界宋乡上界弱的宗族。我是厝内底上界细、上界无重要的人。伊对上帝安尼讲，其实咱来理解来讲，咱人若用人的眼光来看咱人若家庭中间，倒一个时代拢相共啦过去安尼，现在嘛是安尼，咱拢会安尼理解来讲。如果若有家族的设定诚做我的靠山，我若出世伫一个真有背景的家庭我总是比较较有机会当出头天啊！咱拢会安尼想嘛。有人讲你若有一个较好的家庭你会当减奋斗20档咱拢会安尼想。但是咱对圣经中间看上帝咧选人的时阵上帝原则毋是安尼。为什么？上帝原则是安那？一个人若拿瓦靠即世间一切物件伊就对上帝拿袂瓦靠了。
那所有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瓦靠的时阵，人较真正瓦靠上帝，才会当显明上帝伟大。所以保罗安怎讲？保罗讲，上帝竞选世上愚妄的，互有智慧的见效；伊竞选世上软弱的，互强壮的见效。所以，当一个人伊去挖靠即世上的物件，伊就感觉讲哦，我就是靠这物件成功的嘛。但是，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无啥物通好挖靠的时阵，伊只有靠上帝的时阵，伊真实去明白。这完全是上帝的荣耀，完全是上帝的亏难。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你无啥物背景，或者是教会无啥物势力，但是你要明白，伫上帝教会、伫上帝国度中间，上帝就是使用这款的人来成就大事。因为使用这款的人，会互上帝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因为这一切拢来证明。这是上帝成就的，不是来自人的努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我本身是初代信徒。我偷偷的大家讲，我毋捌上过主日学，我大学较信主的，进前拢毋捌去过教会。我嘛无做过任何团契的会长，我嘛毋捌做过执事啊，我嘛毋捌做过长老啊。我一时啊，都做牧师啊。但是上帝使用我，甲伊同工，甲大家做伙同工。所以，亲像我这款的人，上帝拢有用啊，何况是各位啊？大家可能自细汉就伫教会长大，受真侪训练，所以毋通看轻家己。上帝咧竞选迄个世间愚妄的、迄个软弱的、互智慧的、互强壮的见效。因为咱到要挖靠上帝，互咱的困难，这是介要紧的一个重点。无在伫咱出身、咱的背景安怎，请大家会记住。第二项吼，咱若看基甸的故事，咱重点拢放伫后壁面嘛。基甸安怎带真少的人，300个人去面对135000人，遐尼济的米甸人，咱感觉伊是一个大官能的勇士，咱感觉讲哦，这个人一定足勇敢的。但是，请大家爱了解，伊其实足小胆的，吼。咱看见吼，天使找伫伊的时阵，伊咧创啥？基甸偷偷伫酒窟内底咧拍马啊！毋敢互米甸人知影。咱可能中间有人做过事吼，可能嘛大多数拢毋捌做过啦吼。拍马啊，爱伫倒拍？咱拄则伫读迄个启用文的时阵，讲亲像粗糠，互风吹去对无？迄拍马啊，就是讲本来有马啊有壳对无？吼，爱来拍互喙壳。壳较轻飞起来了，互风吹去，吼，安尼壳就甲迄个马仔分开嘛，吼，所以拍马仔爱伫倒拍，爱伫有风空快的所在对无？爱伫拍马仔场拍嘛，基甸有拍马仔场，有啊，伊有拍马仔场。你若看第6章37节，伊有拍马仔场啊，伊较毋敢去遐拍。因为惊叫米甸人看到，伊走去倒拍。酒窟仔是这呢，一空，吼，米伫内底，伫遐拍马啊。所以吼，咱对安尼，咱就知影讲，伊做小胆，无胆。所以上帝竟然用这款无胆的人，伊伫酒窟仔内底拍马啊，可见伊是有遐尼惊米甸人。可能看到米甸人，听到米甸人，伊就皮皮喘。但上帝使用遮尔小胆的人，无胆的人，所以有时阵咱讲咱无胆，我毋敢做这个代志，这伤恐怖啊！但是，请大家会记住，基甸就是这款人。其实我嘛是啊，我会记我第一遍讲道的时阵，我一上台我就
皮皮错，迄讲道的声阁有抖音啊！我看到我的牧师伫头壳咧听，我看到伊，我就毋知要讲啥。吼，讲啊规身躯，迄冬天讲哦，讲啊规身躯寒。然后吼，本来讲阿伯拉罕的故事，讲对摩西去。讲了后，我的牧师吼，本来是要讲1点钟啊，讲20分讲了，我的牧师搁摕伊的讲稿搁来讲一遍，惊大家听毋着。无打啦，但是上帝就是透过服侍过程中间去训练我，所以请大家毋通讲啊，我无打我会惊。基甸是即款的人，牧师是即款的人。但是上帝若要使用你，伊会栽培你、帮助你，勇敢壮大。第三项，咱继续来看吼。咱咧看基甸的时候，咱感觉讲哇，伊是信心伟大的人物，的确真有信心嘛。但是圣经来讲吼，伊毋是一开始就有大有信心呢。吼，圣经记载伊对上帝足无信心的啦。伊几啊遍求上帝爱出现了。来印证，吼！伊怀疑上帝能力，甲上帝奇妙的作为。咱免讲啥话，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就咱讲嘛，吼。当上帝，当天使来讲，上帝甲恁同在的时阵，伊对伊讲：上帝无甲阮同在啊，吼！那上帝甲阮同在，我为虾米会做有着这么不幸的代志？阮祖先过去来阮讲上帝安怎带因出来急？迄新约技术，惊真侪新约技术，啊！今仔日走去倒位？上帝已经记煞咱啊，要将咱交伫缅甸人手中。所以对上帝其实无信心嘛，伊相信上帝已经离开因啦。哦，而且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你也继续看吼，咱牧师有叫恁先看嘛吼，毋知恁敢有看无？吼，你若看，你就知影，伊几啊遍求新约爱去做印证。吼，第一遍。伊讲，有迄个晒谷场对无吼？伊讲我将一束羊毛放伫遐，吼。啊，若第二天起来，羊毛是有水的，啊，涂骹边仔拢是干的哦。这一般无可能安尼嘛。你若落水就全部拢湿的嘛，吼。啊，若无落水就全部拢干的嘛。伊讲上帝，若羊毛有水，啊边仔涂骹是干的，安尼表示讲你甲我同在。哦，叫上帝真正互伊看到。结果伊个毋相信，伊讲上帝安尼无第二届变过来，吼，羊毛是干的，啊涂骹是湿的，上帝个互伊看，表示啊，伊对上帝一点仔信心嘛无。咱普通人讲看一遍就哇，真正上帝甲咱同在，但是伊爱看2遍，所以伊对上帝一点仔信心嘛无，吼。但是上帝依然使用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毋通讲哦，我对上帝吼，有若其实无啥物信心啦，吼。请你会记住，基甸一开始嘛是安尼，上帝呼召伊使用伊，所以上帝今仔日呐，上款呼召你使用你，伊会亲像伊咧辅导基甸上款，一步一步强化咱的信心。基甸除了对上帝无信心以外，吼，伊其实对家己嘛未肯定。伊对家己嘛无信心嘛，伊认为伊无能力去执行上帝所交代伊的代志嘛。虽然天使称伊做大能的勇士，但是伊讲主啊，我怎样会当解救以色列人？咱拄则有读过，伊讲玛拿西支族中间，我是上向的迄个支族，我是厝内底上界无重要的人。咱知影这圣经中间真特别的，就是讲伊出世伫倒。乌弗拉这个所在，咱讲伊这个庄社叫做俄弗拉对无？乌弗拉这个所在，这所在伊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亲像沙上款，亲像尘土上款的一个庄社，意思是讲一个真卑微的庄社。咱一般讲咱迄个出英雄的所在，拢嘛是迄大都市啊，受较好的教育，有真好的背景。这款的。亲像土上款的庄社，较有可能是一个民族英雄出身的所在。伊的家族是上界卑微的，
所以对家己一点仔信心嘛无。而且，咱对圣经中间，咱真显然了解，基甸伊是一个做事的嘛，伊毋是小战的人，伊无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上帝呼召伊来从事一个军事的任务，来打败米甸人，拯救受压制以色列人。所以，伊对家己无信心嘛，但是，这段经文中间的一个上界重要的重点，是上帝来保证一句话：上帝对伊讲，我要甲你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句是上界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有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被肯定啦。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就是新创造的人嘛。人若伫耶稣基督内底，都是受新创造的人嘛。咱就毋通用过去人的标准来评估咱家己。如果若上帝甲咱同在，咱是无所不能啊，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会透过咱的手所做的工，来完成伊的计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你对家己无信心、袂当肯定的时阵，你要做一件代志，你求上帝使用你，求上帝甲你同在，你就充满气力，会当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最后，咱来看真侪人毋敢互上帝使用，是感觉讲啊，我生命中间有足侪缺点的，我可能有一寡无好的习惯。所以上帝，你若使用我你使用较完全的人，无就等我改了，我变哪完全的时阵，我较互你用。但是咱对基甸的生命中间，咱发觉讲基甸生命中间有真侪软弱啦，伊无爱权力，所以人要叫伊做王，伊讲伊无爱做王，伊的囝嘛袂当做王。但是咱看见着，伊有真侪某。生70个囝，咱中间可能无人生70个囝，所以伊家庭真混乱啦。咱继续看咱后礼拜继续来看伊个家庭就是因为遐尼侪某、遐尼侪囝，产生真大的问题。伊无爱权，但是伊爱金啊，伊叫人摕金啊，互伊，后来做一个以弗得，后来变做以色列人的偶像。为伊个家庭带来致命的危险，所以生命中间犹原存在着真侪缺点其实你若认真去看，伫上帝所拣选的人，伫圣经中间，甚至真伟大的人物，伊拢有真侪缺点比如讲摩西遐尼伟大，但是伊嘛是一个有罪软弱的人，伊真暴躁伊真急躁，大笔是圣经中间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但是伊受情欲所捆绑。所以咱看见着，这真侪伟大的人物，伊生命中间犹原有迄个致命的缺点，但是上帝犹原使用伊。所以咱来理解一点，如果咱要听候咱生命中间的所有软弱拢来除掉，才来服侍上帝，安尼你一世人拢无法度完成上帝的计划。但是同时，咱也爱理解咱生命中间有缺点，咱有爱面对伊去改变。但是咱会当先开始服侍，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上帝帮助咱慢慢改变。上帝带咱磨，互咱将咱的生命中间的缺点来磨掉。所以圣经人讲，咱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互上帝所器重。因为咱若献互主，为上帝所重用，来行逐项好的事。所以伫你献身的过程中间，上帝慢慢将咱的缺点来磨掉，互咱哪来哪合伊使用。咱等下要守圣餐。守圣餐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重点，就是咱知影咱是一个有罪的人，咱毋是完全人，所以咱较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来领受伊的恩典，
每一遍守圣餐的时候，咱拢知影，咱是被主耶稣基督打破的身躯、流出的宝血洗清去的，来得到救赎的人。所以我愿意将本身献予上帝，求上帝来抹我、清洗我，互我成做伊重用的器具。亲像基甸同款，伊毋是一个完全人，亲像摩西、亲像大卫同款，伊拢毋是完全人，但是伊拢会当互上帝使用。所以我相信咱今仔听牧师分享的这个信息，咱可能有一点仔信心啦。咱无亲像基甸安尼，充满遐尼侪软弱，但总是基甸后来有转变。咱后礼拜佫继续来分享。但是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愿上帝使用咱每一个无完全软弱的人，来成就伊的大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罪软弱的人，会当成做你所使用、所拣选的器具。求主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每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就得到快乐。互阮当阮离开圣殿了，进入社会了，会当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求主使用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